嗱，我又數3聲啦喎，佢哋後面商量緊，預備3、2、1，擺！呢個係幸福家庭男人幫 Sweet 嘅抱 BB 嘅手勢係安全嘅。哇！幸福家庭，好啦好啦，嗱，第一個就做咗一個令人尖叫嘅示範啦。咁第二個阿公啦，阿公係咪諗住反台咁樣？好啦，咁啊第二位 fans 亦都出嚟前面呢度，咁我又數3聲，預備3、2、1，吹風！哇！呢個係有啲拍 MV 嗰啲 feel 嚟嘅喎，果然阿公係好知啲 styling 啲嘢點做嘅喎，犀利啊！正，唔該曬兩位，好正好正。好啦，第3位就到小齊啦，究竟拎住鮮花嘅你係諗住做啲咩咧？預備3、2、1，嚟啦！哇！我覺得大家係咪好後悔冇舉手爭住上嚟玩呢個遊戲咧？好 sweet 嘅，好啦，亦都係非常之合拍。第4位，好啦，會唔會係 rock 到爆嘅咧？預備3、2、1，嚟啦 ！rock 爆佢！OK， 呢個要拍動態先影得到嘅動作，非常之好，唔該曬4位。啲網民個頭成個 Snoop Dogg 咁樣。係啊，好 rock， 好 rock， 亦都好 hip hop。好啦，多謝晒咁多位嘅，估唔到 fans 同埋偶像們都一樣係咁玩得嚇。呢個時候咧，當然咁好表現又送翻禮物俾 fans 們啦。再次多謝 The One 送出嘅禮物嘅，有請幾位，我哋又係親密地影一張大合照嚇。有請咁多位，好，一齊望望中間嘅啫。